當你開始做這三件小事，你的磁場正在變強。網絡文章：真正開始變順嘅人唔會大聲講出嚟，但生命裏邊會出現幾個微妙嘅變化。呢啲變化好細，但係從玄學裏邊嚟講，呢啲就係你嘅能量場正在升頻嘅信號。一，你開始唔回應一啲人，而唔係回擊佢哋。唔係你變得冷漠，而係你開始理解。解釋、爭辯、強撐場面，都只係喺度浪費氣力。你懂得邊啲應該回應，邊啲應該沉默，你嘅磁場就開始穩定啦。呢個就係能量場嘅第一徵兆。你唔再將情緒花喺消耗嘅人身上。二，你開始主動整理某啲嘢，但唔係為咗整齊，而係為咗乾淨。你突然間想將櫃桶裏邊清空，將舊衣服送掉，將書台抹得乾乾淨淨。唔係有潔癖，而係你內在嘅磁場開始對混亂過敏啦。玄學裏邊有講，場不清，氣不聚。你開始清場嘅嗰一刻，就係能量重新啟動嘅開始。三，你唔再焦急想做所有嘅事，而係開始專注將一件事做好。你以前總係覺得我係唔係做得唔夠多呢？而家嘅你開始會問，呢件事係唔係我真係想做呢？你捨得放棄，敢於慢落嚟，因為你知道磁場穩定嘅人唔會亂花能量。呢種能量內聚嘅感覺就係轉運開始嘅狀態。你開始唔忙啦，但係比以前更加有力。你話變少咗啦，但你講出嚟嘅每一句都好清楚。你冇變強，你只係將能量收返嚟。呢個就係磁場開始強起嚟。最明顯嘅信號唔係表現更加猛，而係你終於唔再分神去討好邊個。10個旺自己嘅思維，讓你越嚟越強大。一，我係有選擇嘅人，唔係命運決定我，係我選擇我人生嘅方向。二，每一個挑戰都係成長嘅跳板，唔怕難，只係怕放棄嘗試嘅自己。三，我配得上更加好嘅生活，我嘅努力同價值會為我打開新嘅局面。四，能夠改變嘅我就改，唔能夠改變嘅我就放下。咁樣就係情緒穩定同智慧嘅源頭。五，我值得被看見，亦願意為自己發光，唔再等待被肯定，主動為自己創造舞台。六，失敗只係成功嘅訓練場，越挫越勇係贏家必備嘅底氣。七，我為自己負責，唔怪責別人，唔會怨天尤人，人生嘅主導權我緊緊握在手裏。八，每一日醒來，我都比琴日更加靠近理想嘅自己，即使進步係一小步，亦都要值得鼓掌。九，與其羨慕別人，不如加倍努力，成為別人嘅榜樣。你嘅現在正係你嘅未來尊敬自己嘅原因。十，你可以慢，但唔可以停，堅持走落去嘅係最後真正擁有嘅人。有一句說話講得好精彩，人更重要的是有能力自我恢復、自我復活、自我解救、自我救贖，永遠不要指望任何人。呢一番說話就好似係一個寒冷夜晚嘅暖爐，俾人溫暖同力量。喺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裏邊，總會有好幾次覺得自己跌咗入深淵，寂寞咁想找住外界嘅手，期待被帶出黑暗。但係呢一番說話提醒我哋，最真摯嘅拯救其實係出自自己嘅心靈深處。作家尼采曾經講過，那些殺不死你的，會讓你更強大。正是這樣的困境和傷痛，塑造出了我們的堅韌與剛強。就像那株在風中搖曳的小草，儘管受盡折磨，卻依然扎根，倔強地生長。愛迪生話俾我哋知，依賴導致苦難，獨立則帶來機會。
仿佛係一道晨光，穿透重重嘅烏雲，提醒我哋每一個人嘅內心都有一片嘅藍天。只要我哋勇敢地獨立，就能夠迎接屬於自己嘅黎明。古人亦都有言：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泛其身。生活其實就係一場旅行，有風有雨，亦有陽光同彩虹。每一個坎坷都係為咗令我哋走得更遠，飛得更高。所以當夜晚來臨嘅時候，當寂寞圍繞嘅時候，令我哋記住以上嘅說話，閉上眼，深呼吸，然後從內心深處揾到嗰束光，照亮前方，溫暖自己，亦要溫暖呢一個世界。